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好。大胆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你去拿吧。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不好吃。李太医，中了迷魂散，可会丧失神智。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只能断定他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至于心智是否完全丧失，臣也不敢妄断。不过，臣有一个法子，只是这法子有些不妥，臣不敢善用。你尽管试，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朕都准用。臣遵旨。中堂大人，快起来，我这有好吃的。不好吃，你骗人，不吃。哼。中堂大人，我这有道门，你从门里钻过去，就能看到了。老爷不要啊！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。勇士们，跟着本王杀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记得3分。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这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曹通，奴才在，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